呢個係奇茶板塊，當年好鳩多人俾人呃鳩咗，以為係豪宅嘅項目，五礦崇文金城。中介佬會同你講呢度定位高端，複式嘅豪華住宅，再加埋疊稅嘅加持，仲要係奇茶嘅板塊，呢簡直就係中產嘅夢想之家。3萬蚊都唔使嘅單價你就買到，你真係執閪到。但佢唔會同你講嘅係小區2/3嘅位置都俾呢班疊稅嘅有錢佬霸閪住，自己就得返一條巷可以行，加埋2梯8戶，好似宿舍咁樣嘅設計，簡直就係豪無人性。嗱，就喺呢度，有一個人流仲未好旺盛，所以項目樓下嘅底商，就算好似清道夫咁嘅生命力嘅美宜街，一樣都係瘦咗皮。商業方面都係屎忽窿生瘡，冇眼睇。一期收樓當日，好閪多業主仲以為自己辛苦練就嘅蓋世神功一樣子，終於練成，一夜就懟閪穿咗埲牆。係我做嘅。奇茶呢2隻省級嘅書包都係主要大家想 drop 佢嘅原因，加上預算唔需要太高，就可以入手到呢個板塊嘅次新4房，大家都係跪地餵豬乸咯。呢個係個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102方入正面積，加埋條玄關個廳先得30個方。買得複式，好閪多人係貪佢實用率高啲，但係呢個上下2層就得80多少少，真係一嚿半。廚房嘅設計都算唔錯，一個 U 型嘅設計，但係最閪可惜，你嘅乸係一定唔會中意。因為佢呢度嘅通風窗係只可以通返去個廳度。如果你喺度整碟鹹魚炆豬肉，嗰陣鹹魚味估計幾日都唔散。屎坑嘅空間其實都還算可以，不過呢個通風窗你真係唔知開唔開好。唔開你啲屎味就搞到成個廳都臭，但係因為對住外邊條走廊，你開咗就成層都臭。102方嘅空間，呢個陽台真係一嚿半，但係因為生得比較高，所以視野都還算可以。但係呢一度都唔係一般有錢佬住得起，因為佢封個窗都俾人貴成倍嘅價格。買得複式，一般1樓呢間房都係俾翻你阿媽住，而你同你隻乸就可以定居喺2樓，咁樣可以避免一山不能容二虎嘅一個問題。2樓有2個屎坑，雖然佢呢個公共屎坑比較細，但係因為有3個屎坑，呢個戶型都算加翻少少分。兒童房嘅空間都尚算可以，但係呢度嘅客房足以證明一定係阿超去設計嘅一個空間，因為佢比隔離主人房嘅屎坑霸喺1/3嘅面積，證明呢度嘅客人可能都未夠屙屎重要。主人房成6個方嘅屎坑，同隔離間客房都已經差唔多大。主卧呢度更加係一個好閪寬敞嘅空間。其實阿超係啱，俾錢嘅真係大晒。總結一句，200萬出頭就攞低呢個奇茶板塊次新嘅複式4房。奇茶呢個板塊我就唔需要再多作介紹，因為前幾期已經講咗好閪多次。至於複式，你哋鍾唔鍾意就真係各花入各眼。又係激情嘅一日。